报道上大牌。今日咱报道上大牌是蔡小虎，最近在来看上节目嘛，知影讲伊要开演唱会啊，对无哈？对啊，然后真侪表演伫咧演唱会顶头，拢是你普通时啊毋捌看到的哈。那到底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呢？哎呦，听一首新歌了哈，好好咱来听小虎哥啊，蔡小虎好好甲你讲一下哈。好，咱来听这首新歌，伫咧华语歌内底哦，张学友曾经唱过一首歌，叫做《1000个伤心的理由》。当然啊，蔡小虎不是要唱那首歌了哈，伊的新歌叫做《伤心的理由》。真情难收，真爱难求，风中的我带忧愁，敢是我痴情看目睭，袂了解你的心为啥难停留。要回头找无收，等无你的温柔，命运逼阮来接受，所有的剧本怎会来变样？只有无奈放手。要回头找无收。心痛的故事，吞落满满苦酒，明知若醒来，莫问我伤心的理由。难收，真爱难求，风中的我带忧愁，敢是我痴情看目睭，袂了解你的心为啥难停留？要回头找无收。等无你的温柔，命运逼阮来接受，所有的剧本怎会来变样？只有无奈放手。要回头找无收，等无你的温柔。心痛的故事，吞落满满苦酒，明知若醒来，莫问我伤心的理由。要回头找无收，等无你的温柔，命运逼阮来接受，所有的剧本怎会来变样？只有无奈放手。要回头找无收，等无你的温柔，抱着心痛的故事。苦酒，明知若醒来，莫问我伤心的理由。
讲到这个男人的坚持哈，我们的小虎哥蔡小虎哈，坚持上面来坚持唱歌啦。哦，我甲讲你袂晓做别行嘛？伊讲我也无啥一样哈。其实男人的坚持哈，其实他有很多意思，也不是说一定要坚持说不是说只有男女私情啊，就是说对父母、对朋友、对子女，对一些上司啊，或是对工作伙伴啊，都要有一些坚持。我觉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，本来就是有一些东西你要坚持住，你才会有更美好的未来。而且是舍得哈，你不可能生命都买嘛哈，嘛不可能玩不完对吧？有一寡物件你嘛是爱付出，有一寡物件你嘛是爱讲有舍有得啦。对，一个坚持的精神哈，我感觉讲在现在的社会里面哈，尤其是我们现在讲说有一些乱象的时候，可以提供给大家哈。你有坚持的时候，但是做对的代志做几行哈，比你做几盘哈，其实 Bingo 有一些不知道，我这几年我看淡很多事情对，虽然我没有在修行，可是我觉得我比修行的看得还淡。怎么说？因为我对现在的一些就是讲，我到今天以来，我可以登上小巨蛋，我觉得我这一生我满足，完全满足。我也不要求更多了，我觉得我够了。我这一生已经够精彩了，就没有遗憾的感觉。对，因为我像我一个出戏底下的残花边然后头前是菜丝，后边是残花，迄种用的黄土个夹篱笆安尼鼓起来，迄种黄厝，咱规家伙10个9个人安尼钱在内底安尼。那我是一个这么就是说卑微的那个环境长大的小孩子，然后我有今天，我刚刚我做。这的确感恩所以我也很满足。我也不想说，人讲好嘢三不定啦，人有的好嘢甲过了钱也过了对吧？我们有一点钱，我们过得去，我们生活过得去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对，永远追不完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我发现说那个小虎哥开杠的时候，我觉得你有一个部分还蛮谦卑的哈。什么部分呢？都是你提携后进的这个部分。我觉得这个。我很给博啦，我很喜欢做这些事情。但是你还有另外一个部分，我觉得你非常的低。你对跟唔对的时候，你嘛是直接拢讲。嘿，是我的个性是安尼，我的个性是安尼。有当时我咧看你咧上电视的时候，咧教因唱歌时候，伊讲我这个所在，我讲对，你即摆有想到，但是我讲的意思不是你讲的意思，你就直接甲破你就直接甲破你虽然有唱了迄个幼咯，有迄个灯音，但是你的拍子就少了那半拍，那个味道就走掉，就不一样。我就听，迄是做专业了呢，已经到了那种。其实那个明日之星你现在在讲明日之星，那个扣赏制作人他是第一个，他来宾第一个 No.1 第一个喜欢的就是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去我都会教那些小孩子唱歌，他们哪里不好，我都马上点，然后有些那个领悟力比较高的，马上就会了，像蔡嘉玲对，徐富凯啊。曹雅文还有郭听允，他们都很厉害，他们都很有天分，而且你会让他们再一次来试试看。对，然后我私底下我都教他们呢。对啊，那叫 Hockey 啦。对啊，所以讲寇赏很喜欢我去啊。对，而且你知道我在看的那个当下的感觉是什么？你知道，有人在讲那个医生的前那啦一样把脉的医生要会能够去。看他的病嘛，看一些总控你都。但我这个人好的一点就是我不会藏私啊，我也不会怕你学啦。对，然后呢，最后呢，你把脉完看完他的症状的时候，你还要真的有方法去帮他。对。无听嘛是安尼贵啊。因为我以前我较早我开始学歌的时候我学足侪日本歌。对。学足侪日本歌的歌手因为足侪特殊的种迄个技巧。我几乎大家拢学开，然后用在闽南语歌上所以现在我有时在唱的时候，我有唱一挂做特殊的唱腔我发现他们都不会，没有办法啦。对，然后我会教他们可是不容易，不容易，有一点点像你已经内化了，你知道吗？内化。那像迄个완牛市场啊，门东门西，他是看到哨声的言语。
为何眼中目屎是这呢无志气？我犹原搁在想你。像这种唱法，他们完全都不会。你听得懂我的意思吗？我听懂。但是有一种抽泣的那种感觉，然后要转到另外一个情绪，然后就一直往下跌，那种感觉啊。那种唱腔是很难的，而且往下跌更难。对，你说往上冲的部分还比较好，对去往上飙。哇，听这里小虎哥的唱歌你会不会觉得有一种很过瘾的感觉？如果有不要只有在 Bingo 这部来对听9月21号啊，那这个演唱会的名称叫做众星拱月，月就是你了也不是这么说，因为我们刚好是中秋节。right， 对，刚刚好中秋节的加后9月21号刚好是礼拜六，按下中秋节的年假。对，年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一起相约一下来去这蔡小虎的演唱会，就差您一个位置在等着您哦。好，在那个年代售票系统订票千万不要忘记了。OK， 新的专辑来电我们来介绍第2首歌。我来介绍这首是我自己本身写词，江世峰老师写曲，叫做《小好萨卡巴》。酒场，萨卡巴就是酒场是。酒场其实在咧咱今嘛台湾也很多小酒厂对啊，炭烤就这个那个是，是什么意思可以让大家在工作之余抒压一下。对啊，然后这首歌的特色就是因为里面有6首。我的歌曲组合在里面，对，所以叫小好萨卡巴。为什么小好？安尼听就知影嘛好，咱就听看卖啊。传来歌声，我恨我听你若是命，心悲哀做成了伤害，是我不应该将咱的爱逼落断来，如今才知用心甲忍耐。茫无爱情的路灯，只有目着后悔跳落苦海。任雨茫，唱着春夏秋冬，唱着你甘过会想起我来，安慰我心内。为着今生最爱的人，醉到酒场来。传来歌声，我恨我听你若是命，心悲哀做成了伤害，是我不应该将咱的爱逼落断崖，如今才知用心甲忍耐。茫无爱情的路灯，只有目着后悔跳落苦海。任雨茫，唱着春夏秋冬，唱着你甘过会想起我来，安慰我心内。为着今生最爱的人，醉到酒场来。茫无爱情的路灯，只有目着后悔跳落苦海。任雨茫，唱着春夏秋冬，唱着你甘过会想起我来，安慰我心内。为着今生最爱的人，醉到酒场来。